小闪，哎呀，闪！停！停啊！哦，我们一块儿是什么事儿都可以做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裸泳，我们可以在一起洗澡，互相擦屁屁，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介绍男朋友，我们可以睡在一起。But no sex。你们两个的关系实在太让人羡慕了。你看，亲爱的，昨天我买的戒指好不好看呀？哟，骚的你啊！回头啊，给你屁屁上画一个骷髅，好不好啊？昨天晚上做了几张面膜啊？皮肤这么好。你说呢，亲爱的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。你们知道王老师去哪儿了吗？王老师？谁是王王老师啊？谢谢。谢谢啊。突然来找你，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？无事不登门，登门必有事。其实，就算您不找我的话，我找机会也想跟您聊聊。看来咱俩是心有灵犀了，算是吧。那个，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其实我就是想问问您，您这闪闪到底是什么想法？问得这么直接呀？看来你对我和珊珊之间的事情是有所了解的。你就是闪闪传说中的男闺蜜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我们俩是哥们儿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和闪闪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友谊这么简单。小伙子，听我一句话，你要把握着机会，不要等到哪天你们俩真的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之后，可就晚了，懂吗？人呢？转院了，今天早上刚走的。转院了。护士，您知道他转哪儿去了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王老师，您不喜欢闪闪吗？有很多事情，尤其是感情的事情，不是那么绝对的。我和闪闪之间的感情，说起来有点复杂。